呢一條片會向各位同學示範如何化簡多項式。我哋見到例子一 x 減 2y 加1加 4y 減5。咁呢一條式我哋可以分為3個部分。咁首先第一個部分就係有 x 嘅，咁我哋見到有 x 啦。咁第二個部分就係有 y 嘅，咁我哋見到分別就有負 2y 同埋正 4y。咁第三個部分咧就係冇任何嘅未知數，咁我哋見到分別有正1同埋負5。咁當我哋分完類之後咧，咁下一步我哋就可以將同一類嘅就寫埋一齊。咁所以啦 ，x 嘅得自己一個，咁你就自己寫翻落去啦。然之後第二類啦，就係 y，咁我哋見到負 2y 同埋正 4y 就係同一類，咁你就將佢寫埋一齊。咁第三類咧就係正1同埋負5，咁亦都係將佢寫埋一齊。咁當我哋將同一類嘅放埋一齊，我哋就可以進行下一步嘅化簡啦。咁 x 就得自己一個，咁我哋照寫翻 x 啦。咁負 2y 加 4y 咧，我哋合併完就會寫成正 2y。咁然之後正1同埋負5合併完就係負4。咁所以啦，最終答案咧就係 x 加 2y 減4啦。然之後例子2，例子2我哋見到 3a 二次減 a 加 a 二次，雖然個未知數都係 a，咁但係唔同次方咧，亦都代表住唔同嘅類別。咁所以啦，第一類咧，我哋就會見到 a 二次嘅，咁分別有 3a 二次同埋正 a 二次。第二類咧就係 a 嘅，咁我哋見到有負 a。同樣地，我哋將同一類嘅就寫埋一齊，咁所以啦，我哋就可以將 3a 二次同正 a 二次寫埋一齊，跟住之後負 a，咁就得自己一個啦，咁就自己抄翻落去啦。同樣地，我哋可以將佢同一類嘅就進行合併，咁所以啦，3a 二次加 a 二次咧就會合併成為 4a 二次。咁 a 就得自己一個啫，咁我哋就要寫翻負 a 落去啦。咁所以最終答案咧就係 4a 二次減 a。好，咁呢條片就去到呢一度。